花莲涨落大水后，万影乡梨子山产业道路溪水涨起来，有一群人计共是8台车21人伫附近的佚佗，其中有一台车要过溪是冰车，车顶的爸爸甲2岁后生河水冲去失踪，爸爸的遗体伫遗体昨暗10点找到了，后生的遗体伫今仔早起嘛找到了。搜救队员集合，分6批出动50个人，沿溪边往出海口的方向搜查。 因接到民众报案，有一台义母伫过溪的时阵变去，车顶一对白仔囝下落不明。亲戚朋友伫人面册铺文，失去联络的这对白仔囝，查甫囡仔才2岁，车白某5点，伫花莲青松溪冰车，2个人拢去有水流去。家属查到早起嘛真着急去到现场，是好甲死立随。失踪的这对白仔囝，老爸今年31岁，车白暗10点找到伊的遗体。 搜救队持续搜查，伫车到早起10点外，伫发电厂水闸门的所在，发现这个2岁细汉囡仔的遗体。那家属在附近的就是产业道路上有发现，就是那个水闸门那边疑似有那个身影所以我们救难人员马上前来将孩童就是拉起，发现的位置离他父亲的定位点大约300公尺左右。代志发生伫花莲万影乡的梨子山，同齐去的还有另外7台车。 因为车白下晡汹落大雨，村内19个人还伫咧遐。经过重机具的协助，车到翻点过12点半，全部拢救出来。下午下大雨，要看天有暗，即使是下午天快暗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因为它会溪水暴涨。对，这一段溪水暴涨的时候，水会很急哦。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掉伫遐的21个人，拢是路沿寮溪的同伴。不过，这个佚佗拄着上大雨，甚至造成悲剧。要若详细事故的原因。 也会等待调查了后厘清。记者综合报道。